加我哋呢個環節嘅討論啦。咁不如嗱事不宜遲啦啊！不如我哋首先請呢個環節嘅第一位嘉賓啦，就係羅兵咸永道澳門嘅主管合夥人啊，李正南先生啊。李生應該準備咗個 PowerPoint 係咪啊？咁或者請李生稍移玉步嚟到我哋個台呢邊幫我哋做翻嗰個表演工作。唔該，P 一 P 李生嗰個PowerPoint，請稍等。係，好啦，咁好高興喺度同大家分享啦。咁我係Bernard 李正南，咁係羅兵咸永道澳門嘅主管合夥人。咁其實我哋會計師事務所咧係全球4大嘅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啦。咁所以因為今次呢個 topic 咧，其實即係對於會計或者對於我哋嘅行業咧都有息息相關嘅。所以希望嚟緊5分鐘啦，就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行業嘅睇法。好，下一版啦，再下一版，係啦因為一陣間我都會講啱點解呢個綠色交通都關會計師事咧嚇。我哋首先講啦，咁其實而家全球嗰個交通佔全球嘅二氧化碳嘅總排放量咧係25%嘅，都非常之多嚇。亦都喺預計到2025年咧，全球汽車數量咧嘅增加咧係比以一刻嘅而家2025即係25年後咧嘅汽車數量係多3倍嘅，所以都好誇張嘅。咁所以因為即係始終大家都知道，如果車汽油車啦唔講電車或者氫能源車，如果啲汽油車其實即係你開嗰時都會有好多二氧化碳出嚟。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都係要更加去睇一睇，究竟嚟緊點樣可以改善呢個二氧化碳嘅排放情況？好，下一版。係啦，我哋都做一個數據嘅咩咧？自1750年啦，好耐之前啦，要2025啊，即係差唔多300年前啦。咁其實咧，中國嘅總排放量咧，嗰個二氧化碳咧，其實只係美國嘅一半啫嚇。咁不過咧，其實呢一刻咧，2025年咧，中國咧已經係佔前度30%啦，已經排第一啦。即係點解即係會咁勁咧？咁當然啦，我哋中國同美國不可比。咁中國特別係過去呢150年，即係或者100年或者幾十年，即係我哋嗰個經濟發展得非常之好啦嚇。咁所以而家已經係嗰個碳排放量咧，已經係比美國多咗2倍㗎啦。咁至於咧，但係你話如果除翻人口，因為始終中國人多啊，我哋14億人，你話如果相比俄羅斯或者美國，其實我哋咧都只係排第3嘅啫即係美國同俄羅斯雖然碳排放量總數係少啲，但係佢哋除翻3億或者1億幾嘅人口，其實佢哋嘅碳排放量多過我哋嘅中國咧亦都喺呢個巴黎協定咧就係咩咧？希望咧2030年咧係做到呢個碳排放嘅最高峰。點解咧？因為即係呢一刻咧，其實都仲係控制唔到個碳排放量嘅，因為個經濟嘅發展咧，其實都會不斷咁樣去增加個碳排放。希望2030年就係高峰，跟住咧2060年就係碳中和。點樣碳中和咧？就係當然啦，即係譬如你啲汽車希望用多啲電車或者氫能源車啦，或者係即係做多啲綠化嘅嘢，令到嗰啲二氧化碳就算你釋出都可以同時間吸收翻。好，下一版。係啦，澳門咧其實咧都推出咗呢個長期減碳策略嘅。其實佢哋都緊貼國家嗰個雙碳目標。雙碳目標咧都係2030年係最高峰啦。2050年開始咧就係接近0嘅碳排放嘅。好，下一版。
嗱，咁啊，作為會計師，點解有關我哋事咧？咁啊，因為其實我哋有啲財務報表啦，即係好多上市公司或者非上市公司都好，其實佢哋咧喺一份會計報告入邊咧，都會按照呢個國際嘅會計準則去編製佢嘅財務報表。咁但係除咗財務報表之外咧，其實嗰本年報咧都會有其他介紹公司嘅嘢嘅。咁其實介紹公司嘅嘢入邊咧，都會有一 part 咧係會講呢個 ESG 碳排放。咁啊，呢個咧都係一個新嘅潮流趨勢嚇。咁啊，即係當然啦，其實而家係每間公司基本上咧都需要去做呢個嘅披露嘅嚇。咁啊，所以其實而家咧國際嘅會計準則咧，即係都會有相應嘅披露咧，係關於個可持續性嘅發展嘅披露嘅嚇。好，拜拜。係啦，咁啊我哋會計師事務所咧都做一個統計嘅，其實咧就我哋發覺咧就有50%咧嘅投資者咧就係一定要覺得咧又要回應呢個氣候嘅變化嘅，咁另外71%嘅投資者咧就係覺得咧 ESG 咧係要納入呢個企業嘅策略。好，係啊。係啦，咁啊最後一版就咩咧？咁其實即係喺作為會計師咁，即係特別對於澳門呢個碳排放啊、綠色交通啊點樣咧？即係我哋覺得有3點嘅。第一咧就係即係其實政府嚟緊好多招標，其實都要鼓勵多啲碳排放啊。如果邊啲係控制得好啲嘅，咁啊即係嗰個招標啊，咁個分數就高啲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嘅綠色嘅融資啊，咁啊即係我哋都知道有啲銀行啊，如果有啲客戶係有啲碳排放係做得好嘅，咁啊個利息低啲嚇，咁啊最尾就係咩咧？就係即係當然我哋澳門好多賭場啊，或者電力公司啊，或者大嘅機構，咁其實佢哋嘅年報都應該要作多啲披露講呢個 ESG 嘅嚇。我暫時嘅分享就咁多，陣間會再傾嘅嚇。唔該晒。咁啊，好多謝Bernard 啦、李生啦，就關於會計啊、ESG 啊係呢方面嘅分享。咁一陣間或者我哋再同李生就再詳細嘅討論啦。咁而家或者我哋而家有請第2位嘅分享嘉賓啦，就係華僑銀行澳門零售貸款處嘅主管韋天力先生，有請韋生。唔該，準備韋生嘅，唔該。咁唔該晒呢個。咁我係華僑銀行澳門我叫韋天力啦，我 Elsa 英文名嚇。咁今日好高興啦，可以喺度同大家就今次呢個議題咧，去做一個好簡單嘅分享啦。下一版。咁咧喺日常生活咧，相信大家咧成日都會聽到咧綠色交通轉型呢個 terms 咧。呢個 terms 入邊咧，其實我諗大家最主要多咧就係關於呢個電動車轉型嘅。咁電動車咧就係綠色交通入邊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所以電動車轉型咧喺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區咧都好積極咁推行緊呢個電動車轉型。咁大家可以睇到啦，第一項數據啦，我哋以印尼為例，咁印尼而家進行緊一個咧轉型嘅規劃啦。咁佢呢個轉型嘅規劃咧，個核心咧，其中一樣嘢就係電動車轉型。咁佢訂立咗一個中期嘅目標咧，就係將電動車嘅總量啊，由而家發布，即係包括咗電動汽車咧、電動電單車、巴士等等嘅總量咧，由2024年發布嘅時候咧，100多萬部咧，佢目標咧，去到2030年內咧，要去到1500萬部。咁個增幅咧係個目標係10倍以上啦，冇誇張驚人嘅。咁咧，佢哋目標咧就係如果呢個轉型規劃咧成功咗之後咧，就有效咧顯著咧咁減少呢個碳排放啦。咁點解電動車轉型咧可以有效減少碳排放咧？其實最主要大家可以睇下第2項嘅數據分享咧，就係喺交通運輸呢個行業入邊咧，係佔咗世界各地咧好多唔同地區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碳排放嘅來源。咁以我哋鄰近地區咧，香港為例啦。交通運輸咧佔咗咧係香港整個碳排放量差唔多接近18%，係第2大嘅碳排放來源嚟嘅。咁所以咧，如果綠色交通成功轉型之後咧，係可以顯著咁改善到呢個碳排放嘅數量啦。咁當然我哋而家喺澳門啦，都要分享一下澳門咧究竟個電動車嘅趨勢係點樣咧？咁根據統計局嘅數據顯示咧，喺2025年1月到9月咧，
新登記嘅電動輕型汽車，相對同年即係往年嘅同期咧係增幅差唔多接近38%，而嘅佔比由往年咧唔夠30%咧，亦都躍升到咧差唔多接近3成半嘅。咁呢有啲月份咧仲分分鐘咧去到4成幾，接近5成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喺澳門嚟講咧，嗰個電動車嘅趨勢咧都成為咗一個大趨勢啦。啱嘛？咁既然綠色交通係一個趨勢啦，咁我哋 OCBC 華僑銀行啦，作為一間支持可持續發展嘅銀行咧，咁我哋咧都肯定會為呢個可持續發展咧成立咧有好多唔同嘅專案啊，咁去支持咧客戶啦、市民咧去支持呢個可持續發展啦。咁個支持對象咧就包括個人同企業嘅層面上面啦。咁如果個人咧，大家接觸得最多咧，日常代步嘅工具啦，咁啊，梗係又係呢個電動車啦。咁我哋會為電動車咧，會定製好多唔同嘅專案啦，咁支持市民咧置換呢個電動車咧，齊齊為呢個減碳咧出一分力嘅。咁另一個層面咧就係企業啦。咁企業咧，根據我哋過往嘅經驗咧，其實咧有好多中小企咧，佢哋咧原本就已經有呢一個咧可行嘅可持續嘅方案啊，或者方針咁樣。咁但係咧，往往咧佢哋咧亦缺少咗資源啦，同埋一啲專業嘅知識啦。咁啊達到唔到咧過往傳統咧金融機構一啲好嚴格嘅要求咧，就獲得唔到一個咧佢哋可以負擔得到嘅融資方案。咁基於呢個問題咧，我哋華僑銀行咧亦都咧專登咁樣咧推動咗為中小企業啊唔同嘅企業咧實行咗一個咧可持續發展融資嘅框架嘅。咁呢個框架咧就已經獲得到啦國際認可嘅綠色貸款原則嘅認可啦，亦都獲得到目的 ESG 咧嘅驗證嘅。咁同時咧，我哋亦都制定咗啦點樣先為之符合呢個可持續發展嘅類別啦。等客戶咧係好容易理解到咧，佢哋咧申請嘅時候咧點樣先為之可以符合到可持續發展嘅類別啦，減低咧佢哋咧獲得呢個可持續金融嘅難度嘅。咁咧嚟緊呢 part 我又分享一下我哋華僑銀行咧喺支持可持續發展入邊嘅成果啦。咁啱先講到個人企業嘅兩個範疇啦，我都分享下電動車咧。我哋咧有記錄得嚟咧，已經超過支持咗12000個電動車貸款啦。咁同時咧，亦都支持咗超過咧1000個企業咧，協助佢哋進行呢個綠色交通轉型。咁以澳門為例啦，澳門係一個旅遊業嘅城市啦，咁好多旅遊行業咧，我哋同佢合作咧，提供個專案俾佢哋咧進行置換呢個電動車車隊咧，有效減少咧呢個市區因為車化產生出嘅碳排放啦。咁最後我都分享下我哋集團啦喺支持可持續發展上面嘅融資規模啦。至到2024年底咧，我哋已經記錄超過咧710億咧新加坡元係支持喺可持續發展業務上面嘅。咁折合咧係超過4000億嘅港元啦。咁呢個數字咧係非常之大嘅規模啦。可以睇到咧，我哋集團啦喺支持可持續發展上面嘅決心啦。咁一個少少嘅總結啦，咁大家第一部分可以見到啲數據啦，見到綠色交通嘅重要性啦，電動車嘅趨勢啦，加上銀行對可持續發展嘅支持啦，再配合一啲可能政策啊上邊一啲稅務優惠等等咧，咁我哋相信咧綠色智慧交通咧係將來咧將會有一個更加多嘅新機遇嘅。咁我分享到呢度先，多謝大家。好多謝天力啦，咁啊下一位嘅嘉賓咧就係邀請到 SBS 香港嘅業務拓展部可持續發展嘅經理啦，洪毅林先生嘅，有請洪生。各位請準備洪生嘅呢篇啦。Hello， 大家下午好啊！多謝呢度有呢個機會啦，咁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下關於呢個可持續發展喺綠色交通上我哋可以做嘅嘢咁樣啦。就我本身就喺 SGS 香港嘅，咁其實我哋喺澳門都有同事喺度嘅，不過我就專係負責呢方面，咁所以我都特登過嚟同大家交流下咁樣啦。咁係啦，其實香港咧已經係2019年推出咗呢啲咁嘅綠色智慧出行嘅一啲路線圖啊，或者智慧城市規劃圖咁樣啦。其實都政府已經係好主動地係做緊好多嘢㗎啦。
咁啊當然啦，即係譬如而家綠色智慧交通嗰度啦，咁啊有啲叫做智慧交通嘅交通燈啦，或者係一啲道路嗰個管理嗰個汀九橋啦，而家有個系統咧，就係佢會遇到譬如嗰條路成日朝早會塞車嘅，佢會咧俾多套燈你，就喺嗰個緊急通道嗰度咧，佢會放你行嘅，係啦。咁佢前面有睇到咧，佢就會放你行㗎啦，咁樣。咁都係其中一種即係智慧城市嘅運作啦，嘅表現啦，咁樣嚇。咁啊就亦都好多一啲自動駕駛技術嘅應用嘅場景，而家係已經係做緊㗎啦。咁啊就包括機場啦，機場上即係裏邊嘅一啲物流車啦，咁啊或者啲 shuttle 啦，即係員工啊出入啊嗰啲都有用緊㗎啦。咁啊嚟緊咧都話會有一條線咧，就係由機場去到港珠澳大橋呢個島呢度咧，就有一個自動駕駛嘅嘢都會有嘅，係啦。咁所以就我哋喺科學園啦，咁啊科學園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車仔係試緊嘅，係啦。咁啊就即係當然啦，相對國內啦就比較慢啲啦，咁但係因為香港咧始終你好多啲啲 policy 啊嗰啲規則嗰啲條例未過啦，咁所以咧就相對會慢啲嘅。但係我哋見到政府係好努力推動緊㗎啦，已經。咁啊，譬如自動泊車系統啦，最右下角，大家最右下角嗰個咧就係喺科園嘅，喺科園嘅自動泊車系統嚟嘅。咁可能最近大家都可以留意咧，就喺港珠澳嗰度咧，就亦都有一個自動嘅泊車嘅系統。就嚟緊，即係北越車南下嘅時候咧，就可以啲朋友咧就可以泊低架車，就跟住直接去坐飛機㗎啦，已經就唔需要就跟住架車擺落去，佢就自動幫你泊好佢㗎啦。已經係行得㗎啦，已經但我而家未有個圖片嘅啫，係啦。咁就甚至係有一個係講緊喺落去地下㗎啦，呢個亦都係計劃緊嘅，係啦。咁嗰個綠色出行嗰度咧，其實咧喺電動車嘅推動咧，香港亦都係政府亦都係俾咗好多嘅 effort 落去嘅，即係唔係淨係話鼓勵你買車，你買車你其他配套做唔到咧，亦都冇乜意思啦。就政府亦都有好多啲資助計劃啦，幫助嗰啲樓宇啦，去更新佢嗰個電力嘅系統啦，加強佢個電力嘅供應啦，咁佢可以去充電啦，咁樣另外就係話即係一啲充電嘅車場啦，亦都係喺處理啲申請上邊咧，我哋見到都好輕鬆，都寬鬆咗好多嘅，同埋氫能啦，氫能就即係我哋已經有幾架氫能嘅雙層巴士行緊啦，喺法例上咧，政府亦都做咗好多配套嘢啦，甚至即係之前咧就氫能巴士係唔可以過隧道嘅，而家亦都嗰條法例亦都打通咗啦，可以過到隧道嘅，係啦。另外就喺船用嗰度嘅呢個綠色燃油嘅加注啦，亦都有一啲稅務嘅優惠啦，都係即係希望去推動多啲呢方面嘅綠色嘅轉型啦，係啦，好快地係啦，就好簡單介紹我哋公司啦。咁我哋就基本上就全球領先嘅檢測認證機構啦，全球有9萬幾人啦，就全世即係有分佈咗唔同嘅地區啦，唔同嘅行業啊，我哋做啲測試檢驗甚至係培訓呢類咁嘅工作多啲嘅，係啦，已經係100幾年嘅歷史㗎啦。其實我哋喺嗰個電動汽車嘅服務方面咧，就成套嘅檢測啦、材料甚至係安裝環境施工工藝呢啲咁樣，咁我哋都有好多呢方面嘅服務嘅，即係呢個我好快跳過去啦，就幫一啲車廠做一啲充電樁嘅
安裝嘅檢測啦咁就成個施工嘅甚至一啲培訓啦咁我哋都喺香港都同 VTC 就有搞一啲培訓班嘅，係幫助即係學業界即係可以轉型啦咁樣就係啦。另外一啲 ISO 嘅標準啦因為我哋講緊咧可持續發展咧，就好多嘅安全性嘅嘢啦因為而家大家見到電車好多電子嘅嘢啦咁好多電子信號啊嗰啲安全啊啲信息嘅交流嘅安全啊呢啲咁其實係好多嘢要做嘅，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各方面嘅都我哋係都有去支持到呢個行業嘅，係啦。咁呢啲就係我哋頒咗啲證書啦，譬如吉利啦國內吉利都係做緊啦係啦。咁就另外仲有啲好多嘅資訊安全，頭先講到啦除咗頭先嗰啲資訊安全，仲有啲咩 ISO 27000呢啲咁樣，都係同我哋呢個行業嘅發展係好密切相關嘅，係啦。咁就所以就可以大家可以多啲關注下我哋啦。有咩我哋可以跟住再傾啊。好多謝陳生啦嘅分享啦。咁嚟到我哋下一位嘅嘉賓啦，就係天然科技嘅行政總裁啦余敏女士嘅有請嚟咗，同埋請準備相關嘅 PPT 或者 video。係啊，非常感謝非常感謝。我還是講國語吧，因為我其實香港人，但是我講國語可能順口一點。我是第一次來澳門參加咱們澳門的這個可持續發展協會的這樣的一個分享會。那我想把我們的技術分享給大家，先看一下屏幕。空調分離回收系統，看它如何為企業節能減排助力碳中和。傳統空調設備效率低下，大量熱能被白白浪費，不僅增加了企業成本，還加劇了碳排放。而天然科技集團研發的空調熱能回收系統，通過回收壓縮機排出的高溫高壓氣態制冷劑中的熱量，將其二次利用加熱生活用水，實現了能源的循環再利用。該系統能效比高達18，可在空調制冷供暖的同時，提供60到100攝氏度的高溫熱水，全面取代電加熱鍋爐。以廣東省氣候環境為例，全年制熱水費用僅需1萬多元，比其他熱水器更節能省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該系統入選了國家工業節能技術裝備推薦目錄，擁有多項專利技術。它依托 AI 驅動技術，通過物聯網構建合同能源管理系統，智能優化熱能回收效率，為企業設計專屬節能方案。同時，系統還支持 Web 3.0架構，實現設備間的互聯互通與數據共享，確保數據安全透明。科技賦能、節能、熱能回收，開啟新篇。天然科技集團的空調熱能回收系統，正以其實用性和前沿性引領着行業變革，為企業帶來實實在在的節能減排效果。那個APP 吧，APP 呢？我簡單介紹一下哈，就是澳門的天然科技呢，我們的核心技術就是一個賦能在空調上面的一個熱浪回收。那麼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我還是繼續說吧，就是這個技術呢，其實來自於澳門。然後 OK， 大家請看大屏幕，就是我不會很會講哈，因為我們今天的那個主持人他今天去上海了。這個項目呢，其實現在就是為所有的空調和熱泵作為一個附加的節能。那麼在澳門，應該說現在我們只實施了1、2個項目，比如說在那個做餅乾的那個叫我忘了那個叫什麼公司啊，就是大概有2個項目吧，就是我們現在準備呢把這個項目往澳門這邊落地，因為澳門人嘛，澳門技術，澳門的東西。然後這個技術第二版，這技術呢，我們除了可以節能減碳之外呢，我們還可以在第二版。
哎，好嘞，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在双碳节能里面去做。主要的这个项目的特点呢，它是零排放的项目。比如说你酒店你有空调，你有那个热泵，如果你要制热水，你要省电，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就可以把你所有的热能做回收，然后我们可以恒温制作到100度，60度到100度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基本上是零排放吧，可以这么说。那么它也是在这个碳中和领域里面，这个项目呢，我们当时呢，也拿到了国家的工业节能目录里面的其中，这个就是我们大概一个这样的分享，就是可以在温度上可以做到60到100度，所有的排出来的热量可以100%的回收，算是个零排放的项目。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它的余热回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叫做全球唯一的独角兽，就是一个不用电100度的开水机，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全球的独角兽的项目，现在正在落实实施。那么目前呢，格力啊、美的啊、海尔啊、大金啊，他们都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做到只是部分回收，那么我们是100%的回收，那是个零排放的项目。我们呢公司这个项目呢，也在拿到了一个就是全球绿色低碳领域里面的一个最有价值投资的蓝天奖，这是我们当年拿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一个这样的奖项。那我这个就稍微分析一下吧。你看一下这个图表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有家庭用水，包括酒店，包括公共设施，他们用的热水，大量都是用，以前就不讲了哈，电热水器那些不讲，咱们太阳能、空气能，那么他们都会有这个受到天气的影响而做不到这个100%的节能，但是天科技的这个热回收，它就可以做到，不管在任何天气之下，然后它可以恒温到60到100度。其二呢，它会更节能，而且是水电分离，非常的安全。特别是我们做了那个养老院，一个博爱养老院在珠海，非常的节能，而且也安全嘛，是吗？水电分离，你如果热水没有水电分离的话，不管你是电烧也好，你是锅炉也好，不管你是所有的都会带来有一些危险性，但我们这个是水电分离 ，OK。我们目前呢，公司有好多核心技术的项目，这就不说了，这个啊。那么我们用于在哪些场合呢？就是比如说像酒店，像澳门的现在的酒店，它大量的热水，而且24小时是开着空调，那我们就可以做到的就是热量回收不排放。那你看现在天气一直都在这么热哈，这么热就是因为太多的这种废气排放在天气里面。那我们的技术就是应对天气变化，然后可以省电省能源。那我们的那个做到的是1:8、1:6的这样的能耗值。这个呢就是你看在右手边的那个是一个大的模块机组。那个大的模块机组呢，我们现在的目前呢，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热泵行业里面呢，我们做到是一边是冷一边是热。热呢就是只要我开这个模块机组，迅速的8分钟，我可以容量到60到100度的热水，这就是所有包括现在的这些商业和工业节能都需要到的。那我另一边还可以制冷，我制冷是反制冷，就是你的车间或者你的工厂、你的商场、你的酒店。那么我同样你用我的模块机组，我一边给你制热水，我一边还可以给你反制冷，这就是非常节能的一个项目。这些呢，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还有家用的、商业的中央空调。那我简单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家用空调呢，它是很简单，就是我替代了你的热水的那个热水器，只要你用我们的这个热泵的空调，那么你不用买热水器，而且你们家的
开的空调自动会足够给你一个家用的这样的一个热水量。然后商业呢，包括你比如说 Starbucks 啊，比如说你的所有要酒楼啊，包括等等嘛，就是只要你的中央空调你开起来，你所有包括你的学校啊、医院啊，所有的热水不用钱，1分钱不用花，而且我们可以恒温到60、100度，其实40、50度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好少水嘅時候。然後呢，就是一個叫做最下面的這個是大的基礎了，就是做工業節能項目的。這個我們呢下一步呢，我們會跟那個五糧液呀、還有有些軍工的一些產品，我們會對接。這個項目還可以減碳的哈，就是雙碳節能。這個我們現在正在等下會跟你對接一下，就咱們那個同事。我們現在也在找 ESG 和這個SGES 那個怎麼做認證，現在正在做。因為我們現在香港呢，已經做了一個酒店在那個Mutali 的那個在銅鑼灣叫 Northside Hotel， 那是我們做的項目，做了2年，它這個酒店做好了以後節能50%，就是以前200萬的電費我節了100萬 ，OK。2年，而且非常的穩定。大家應用的場景嘛就不說了這些啊，然後大概就是這些都是我們應用過的東西。那我就簡單就這麼分享吧，就是希望這個項目能得到澳門的各方人士和領導的大力支持，我們也會非常的努力。這個就是你看下面那個國家工業節能。目錄指南，那個就是我們拿到國家工業節能目錄進入的目錄裡面的一個標記哈。這樣的話就是帶來告訴你們，就是非常的有含金量的事情，這就是我們的團隊，就不說了，大概就是這樣子。我分享到這，因為我看到咱們張先生老都掉頭看着我。OK，Anyway，我希望我們的項目能落地在澳門，為澳門的雙碳節能做個貢獻，好嗎 ？OK， 謝謝啊。非常謝謝李總的很精彩的介紹啊！不如我們現在就跟各位嘅嘉賓討論一下。好，咁不如我哋就咁啦啊，因為時間嘅關係啦，咁或者我哋每個嘉賓我都即係請佢分享翻因為今日咧都好高興啦啊！咁請到即係同澳門有關啦，咁唔同嘅界別啊，都係同呢個新能源啦，我哋叫可持續嘅發展有關嘅唔同領域嘅領導同埋專家，咁不如你哋又分享下咧，就問下你哋嘅意見，就係因為喺澳門啦，咁其實近年嚟都開始比較重視，我見到政府啊、社會都比較重視，咁但係你哋覺得如果要發展呢個可持續啦，或者 ESG 啦，你覺得即係有咩機遇？但係或者你都可以講下，其實而家政府政策啊有乜嘢？你覺得係有啲痛點啊？你都希望可以解決到。不如一人就大概係2至3分鐘嘅時間，好唔好？不如我哋又請PwC 嘅 Bernard 開始。好，唔該晒 Leo。我諗其實本身我哋會計師事務所都同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咧，都有啲諮詢服務啊。有陣時有啲 proposal 啊，要發即係要 submit 俾佢哋。咁我覺得咧，政府其實有啲咩可以做咧？其實我哋最近做嗰啲 proposal 咧，其實澳門政府而家咧都好注重嗰個本地人才啊。咁即係譬如果我哋一個隊伍大部分都係澳門人嘅，就會加分啊，咁贏標嘅機會大啲。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可以同一時間咧去 apply 到呢個綠色交通啊 ESG 方面。即係譬如果到時我哋每間公司咁即係佢哋點樣去 support 呢個綠色嘅發展啊，綠色交通啊，咁其實到時嗰個計分咧，其實佢哋多啲分嘅話咧，咁其實呢個都可以鼓勵到多啲嘅澳門企業係呢個方面咧去多啲資源咯嚇。咁因為事實上咧，其實我哋都會計師事務所都做一啲研究咧，其實如果短時間內咧，其實如果你要多啲嘅綠色交通啊 ESG 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嘅成本會
會增加嘅。咁但係咧都冇辦法，因為呢個係使命嚟㗎嘛，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轉變碳中和。如果唔係地球嗰個氣温就越嚟越上升啊，咁所以即係我諗要啲企業去即係投放呢啲資源喺度。咁點樣可以鼓勵佢哋咧？就係譬如政府贏標佢哋使呢方面嘅資源多啲，咁高分啲，咁亦都可以鼓勵到佢哋喺呢方面嘅發展咯嚇。好，多謝分享。咁或者請天力啦分享下你或者 OCBC 嘅一啲睇法啦嚇，唔該。或者我又講下即係可持續，即係我金融界啦，我講可持續金融，可能遇到一啲危機或者挑戰嘅我哋可以留意啦咁。咁其實咧，我哋覺得最大嘅挑戰或者危機其實在於咧，喺唔同嘅地區咧個標準咧佢唔一致。即係特別是即係大灣區咁計嘅，好多唔同嘅地區，佢對綠色個定義咧都可能唔一樣。咁咧令到咧投資者咧喺即係可持續發展呢個金融上面咧，嗰個信心咧會大大減少啦。咁我覺得即係澳門可以相對留意下呢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係、正如我啱先分享所講啦，其實有好多中小企咧，佢哋咧都好想發展可持續發展啊，或者之類嘅業務咧。咁咧佢亦都有咧一個可行嘅方針，咁但係佢哋冇呢個資源或者我哋人力資源啊，或者專業知識啊等等啦，甚至我哋發現有樣嘢咧好特別嘅就係咧喺佢哋咧即係披露呢個 ESG 數據嘅時候咧，或者得到呢個 ESG 數據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困難，咁令到咧嗰個數據性咧個披露唔足夠咧，嗰個數據嘅透明度又唔足夠啦。咁所以咧，令到好多企業咧根本進入唔到呢個可發展金融。咁我哋建議咧，其實澳門可以考慮咧，就推動咧，即係其他灣區嘅城市又好啦，或者其他地區都好啦，共同咧即係向發展一個 ESG 數據嘅共享平台啦。咁可以令到咧個數據咧個披露嘅足夠性會加強啦。咁亦都可以咧設立翻一啲標準一致嘅定義咧，令到投資者有信心嘅。好，咁多謝你啊！咁下一位我哋請 SGS 嘅 Stephen 啦，講下你嘅意見啦，唔該。好啊，咁頭先都講開啦，就話即係成本啦，企業嘅成本係好關鍵啦嚇，咁要做綠色嘢啊，都一樣都要再投資啦咁樣。咁當然啦，投資就梗係最好就揾銀行借錢啦，咁銀行可以基於佢嘅投資可以借錢啦，係咪？咁但係就即係喺呢度咧就話即係譬如話我哋香港咁計啦，咁政府咧好支持呢個綠色金融嘅，咁咧就會即係譬如話啲公司佢想銀行去借綠色信貸嘅，咁咧就要需要我哋做一個叫做SPO 啦，係一個咁嘅報告啦，咁銀行咧先可以批呢個綠色信貸出嚟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額外嘅費用啦，咁香港政府咧係有資助嘅，呢一筆係有資助嘅，係啦，咁變咗啲企業佢除咗投資之外，佢其他嗰啲費用佢唔需要顧慮啦嘛已經，其實我哋都好鼓勵咧香港即係呢個澳門政府啦。或者澳門嘅金管局咁樣啦，應該都係採取一啲咁嘅鼓勵措施啦，去做呢方面嘅一啲資助啦。咁譬如話發債咧，亦都係啦，發債亦都係可以啲咁嘅額外嘅費用啦。香港係可以傾250萬嘅單嘅，係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呢方面咧，即係喺鼓勵到個行業去推動呢個綠色或者可持續嘅轉型咁樣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塊，我覺得係可以做嘅。咁另外咧就我覺得澳門咧就應該一個機遇咧，就話因為呢個澳門係同葡系國家聯繫好密切啦，咁其實咧亦都可以多啲鼓勵一啲葡系國家嚟到即係喺澳門呢邊去幫佢哋喺呢邊去發債或者點樣咁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機遇呢個咁所以就呢個可以多啲 explore 一下。好啊，多謝 Stephen 跟住落嚟就即係因為頭先咧，我哋都聽咗黎總理嘅介紹啦。因為其實琴日我同黎總都有對話嘅，咁知道咧其實你哋同即係澳門嘅政府啦，應該都幾支持你，因為澳門而家確實係比較缺乏呢啲即係同可持續有關、同環保有關嘅科技公司，特別係 tech 嘅公司係比較稀缺嘅。咁或者聽下黎總理嘅寶貴意見啦，同我哋分享下。我用廣東話分享下，其實我唔係一個企業家，我其實係一個做金融出嚟嘅人，我係一個香港人。
點解我今日走咗嚟呢個企業？其實我好迷茫㗎，我翻嚟澳門，但係因為政府好想呢啲我哋澳門可以做到一個淨零城市係咪啊？一個淨零酒店，一個淨零學校。咁咧，我哋呢個技術咧就係應對氣候變化，然後咧亦都係可以減少所有嘅氣體排放，呢個就係我哋嘅核心嚟嘅。咁亦都好榮幸咧，我哋嘅研發人咁佢係可以40年磨一劍喺呢個行業度，咁攞到國家推薦嘅目錄，即係工業推薦目錄入邊。咁然後咧就得到好多人嘅認可，所以先至話你翻嚟澳門啦，好，我翻嚟。我翻到嚟澳門之後咧，太陌生啦，你知道嗎？我唔知道點樣落手啊，你知道？我知道澳門需要好多因為澳門你知道賭場好多酒店好多。頭先阿洪生講到我心裏邊嘅嘢就係money錢，我都係做金融出嚟嘅，我投咗好多錢嘅呢個項目，我抌咗幾千萬喺度，但係到而家我冇收，我冇收，我只係不停咁樣付出。咁所以咧，直到而家就係話原來澳門想做淨零城市，做一個雙碳嘅城市。OK， 我翻嚟，咁翻到嚟之後，然後咧就我唔知道我哋嘅公司嘅發展，應該同銀行，譬如講頭先華僑銀行嘅阿偉生講到嘅話，可持續性的這樣的一個交流。那麼我們的企業，我哋嘅核心技術。真係可以為天氣為所有嘅呢個我哋叫做講，你節幾多電，我就種幾多棵樹，我就節幾多碳。呢個 ESG 又係要我去揾人嚟頭先你講到嘅，我哋有一個咁嘅平台，即係可以認證 ESG 嘅平台。我都希望澳門有，咁我唔使周圍揾啦，周圍跑啊，係咪先？跑完翻嚟揾澳門嘅認唔認啊？即係呢樣嘢係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企業家。我用一個投行嘅思維嚟做呢個企業，我相信我帶嘅路徑係好快嘅。不過，但係我都需要政府，包括所有嘅協會，包括會長，你都聽到俾我大大嘅支持。然後我會將我10幾項嘅核心技術落地嘅澳門，可以幫到澳門。好簡單用，減碳係我唯一嘅嘢，因為我哋而家個技術上咧就唯一可以做到就係話，即時喺嗰個端口嗰度，我節幾多電，你即時睇我減幾多碳。OK， 但係 ESG 你認唔認我啊？唔認啊？咁我又會揾人去認證喎。咁所以頭先咧帶嚟呢個平台，我非常之需要嘅。咁亦都希望即係我會翻嚟係澳門政府嘅大力嘅支持之下，我將我嘅所有嘅呢個核心技術落地嘅澳門。做少少貢獻，因為澳門真係冇嘢嗬。我本身將呢個技術帶去阿聯酋，帶去香港有㗎，你知嘛？我香港攞地 OK。咁咧，我想帶去阿聯酋，我想帶去美國，帶去歐盟國家，因為佢產碳啊，所以所有嘅人嘅綠色都會同我有關係。點解？因為你要用電，你要用冷氣係嘛？你要用熱水，全部同個碳同我有關係。OK， 但係問題而家就係我點樣嚟？你認唔認我啊？我去邊度揾啊？你揾完之後你認唔認啊？澳門呢個係我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所以其實我今日係第一次參加澳門嘅呢個環保，我參過一次就係綠色嘅，就係我哋嘅主席嚟嘅時候，我哋參加過一次 OK， 嗰個綠色嘅一個之後嘅我參加一次，呢個係我第一次我自己，因為我幾個 partner 都上咗大陸，所以咧澳門我哋公司啱啱先落嚟。希望得到所有人嘅幫助同埋支持，向我哋嘅澳門成為一個綠色嘅城市，一個淨零嘅城市，亦都去符合我哋嘅習主席嘅嗰個適度多元化，是嘛？這就是我想說的真心話啊，就是真心哦。你看我穿得那麼漂亮的女孩子，怎麼可能去做這個空調企業？我就是個投資人咧，說白了，告訴你，對吧？我投入了這個綠色行業裡面，我現在變了一個企業家，一個實控人，所以我講出我的心聲啊，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就為澳門的這個綠色減碳、綠色淨零城市，大家都貢獻分量。反正我們來到世界上體現一下價值嘛，就這麼簡單。我發表完了，謝謝啊。非常清楚。講得好好笑，是吧？嗱，不如會長，我哋而家睇下台下嘅聽眾啦，有冇乜嘢
意見啦，或者提問想同我哋幾位嘅專家傾下偈。我還是建議我們鄧會長在那裡陪牌。鄧會長，他非常的幫助我們公司落地在這個項目裡面。啊，講幾句。冇乜特別喎。有咩特別啊？其實現在咧，我都會係天然科技嗰邊嘅拍檔啦。咁啊，希望能夠可以將呢一個咁好嘅技術引入嚟澳門。咁啊，然而因為本身我哋而家即係家家戶戶都有冷氣機呢樣嘢有分體，咁能夠可以將分體裏面嘅一啲熱能夠可以轉化成一啲我哋平時用開嘅熱水啊、熱水爐用嘅熱水，其實起碼呢一度已經減咗好多嘅電力。咁啊，加上如果能夠可以有大力嘅支持，有好多嘅銀行業啊、我哋嘅投資部啊嚟幫呢一個支持嘅話，其實可以喺澳門或者喺全個大灣區，以及我哋可以全球都可以多元化使用呢一樣技術。咁呢一個係我哋天然科技嘅一個理念同埋夢想啊。OK，thank you。不如我哋最後請我哋每位嘅專家或者我哋講翻1分鐘，你哋對今日成個討論嘅意見啦，好唔好啊？不如由Bernard開始。咁其實即係我都今日好開心，即係認識咗幾位專家嚇。咁啊，即係銀行方面，其實我覺得絕對，即係其實銀行都原來好多支持，譬如我而家都知道啊，原來借好多車嘅貸款啊，或者有啲鼓勵一啲即係綠色金融啊啲咁樣嚇。咁另外即係頭先我都好有興趣，即係黎小姐同埋Samuel 啊，咁啊即係佢哋嘅天然科技，其實呢個技術咧我都幾好奇喎，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會後再了解下，即係點樣可以將一啲熱能啊嗰啲咁跟住就變為即係去發電水啊嗰啲咁樣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好嘅好，多謝。咁啊請Nick哥唔該。咁今日真係好開心啦，認識到大家啦。咁其實咧，即係我想講咧，其實低碳酒店咧，都係我哋銀行咧其中一個咧想支持可持續發展咧入邊咧嘅項目。所以啱先聽到黎總你所講啦，你嘅空調啦可以做到零排放咧，我覺得咧絕對咧係好有機會可以引入澳門酒店啦，成為低碳酒店啦。咁大家一齊為澳門咧進行一個即係零碳排放嘅黎總你嘅夢想寫嘅夢想啦。咁我銀行咧即係需要咧，即係絕對會支持咧可持續發展。多謝晒，多謝晒。咁多謝Nick啦，咁請Stephen。其實就好高興啦，呢度同唔同嘅領域嘅專家喺度一同台啦。咁其實咧就即係可持續發展呢樣嘢係即係環環相扣嘅。咁針對我哋而家3060嘅戰略嘅話咧，其實即係節能減排係一個絕對密嘅嘢嚟㗎啦。就即係喺譬如資金方面啦，其實好明顯你哋呢個係符合綠色金融嘅付款㗎啦。只不過就話即係嗰個銀行嘅經過銀行嘅處理嘅情況，嗰個程序點樣做嘅啫，係啦。咁其實即係喺呢方面咧，其實即係已經係有好成熟嘅框架去扶持呢啲咁嘅行業啦，已經咁所以即係大家如果即係覺得呢個方向係啱，其實即管做落去，實有辦法，實有幫你解決到問題嘅地方㗎。OK， 好多謝 Stephen。咁不如請李總幫我哋總結下啦因為今日我見到你哋都即係好多朋友都對你哋公司都好有興趣，好嘛？多謝晒，多謝晒。其實咧呢個技術咧唔係好多朋友為嘅啫，的確係幫到所有即係而家空調係我哋嘅用電大戶，啱啱？係咪？不論你家庭、工業、商業，空調係不可缺少嘅嘢。咁我喺空調入邊可以做到呢個節能，我可以自動，我不但止頭先未講完嘅，我仲可以做蒸汽嘅 ，OK，130到150度嘅蒸汽，我可以蒸包蒸好多嘢嘅，我可以桑拿全部都做到嘅。咁頭先我急嗰陣唔同佢講嘅就係因為我哋做嘅就係巨記嗰個我哋做有嘅，巨記我咪幫佢做咗。咁澳門咧，我有同永利傾過嘅，永利。咁而家個呢啲所有嘅動作都要需要政府嚟幫我支持我。咁我而家就翻嚟澳門之後咧，我就第一時間要去到你哋嘅叫做經科局 ，OK。
咁啊經過嗰6年之後，我就會揾銀行啦。韋生你唔好拒絕我就好啦，好唔好？咁啊，我希望咧，我哋呢個技術咧能夠喺澳門發揚光大，因為澳門同我嘅技術係吸合啊，好似個愛咁樣吸落去，沒有縫隙了。OK， 我表達的就是因為所有現在的空調在我們的賭場。24小時在開空調 ，OK，20小時在沖熱水涼，對嗎？那我的熱水是1分錢不用花，而且我水電分離很安全，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現在你所有的，包括這麼多的我們的這些行家哈，我跟董明珠開了好多會的，你知道嗎？董明珠跟我有很多交流，因為他想收我的項目，但是很多基於他們的一些原因，還有各方面吧，就是他們經常來偷師，到我們公司來偷我們的技術，真的，我說的真心話哈。所以呢，我們這個項目呢，說之前為什麼我回到澳門，其實說白了是政府叫我回來的，真不騙你，是他們你回來吧。那麼這是澳門人、澳門公司、澳門項目，你為什麼要走啊？我說我要走去阿聯酋，我要去迪拜。他說你別走。這中國人不能把技術拿走，所以呢，我這次是給自己下了個 order， 我說我一定要讓這個項目立足在澳門，為澳門做到在近鄰城市這方面，用我們的1:6、1:8的能耗值，然後為這個地球降溫，為人類造福。我說完了，謝謝。咁今日嗰個對話就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哋完咗之後可以繼續交流嘅。多謝各位，多謝各位嘅討論，好嗎？多謝。好多謝各位嘉賓嘅分享，亦都留意。